大家係咪好好奇點解有啲人即使具備財務能力買樓，但都依然選擇租樓而非買樓？背後除咗涉及流動資金同投資靈活性嘅考量，亦同稅務政策息息相關。2022年稅務修訂關於住宅租金嘅稅項扣除條例規定，若你係薪俸稅或個人入息課稅嘅納稅人，可申索你以租客身份根據住宅處所嘅合資格租賃所繳付嘅租金。呢意味住你租住嘅地方，如符合特定條件，就可以減少你嘅應課稅收入，從而降低應繳稅款。當中，你必須簽訂經過蓋印嘅租約。如你租住嘅係前鋪後居，或有部分空間作商業用途嘅單位，則只有與住宅部分相關嘅租金可扣除。喺每個課稅年度內，最多可扣10萬元嘅住宅租金。若你合租單位，扣除額會按租客人數比例計算。此外，如租約不足1年，扣除金額亦會作相應調整。就算你交咗租金，但喺某啲情況下都唔可以享受稅項扣除。例如，你或你嘅配偶已獲提供公司宿舍，或獲僱主支付部分或全部租金。你嘅業主係你嘅直系親屬，如配偶、父母、子女、兄弟姊妹等。你或你嘅配偶係該物業嘅法定或實益擁有人。你租住嘅係公共房屋，租約包含購買權或優先購買權。若你選擇租樓而非買樓，可按住宅租金扣除減少應繳個人入息稅。相對於買樓所涉及嘅印花稅、地價補價及物業維護等成本，租樓提供咗更多財務靈活性。提提你，如果你本身喺香港擁有任何私人住宅物業，租樓就唔可以享有扣稅。如有興趣了解更多，歡迎透過以下方式聯絡展群士奇。